今條片我哋會集中喺第一階段嘅第3個目標，加強翻我哋四頭肌嘅功能。而呢個指標呢，係做到一個順暢同埋完整嘅 straight leg raise。而一個唔順暢嘅 straight leg raise 呢，就係咁樣嘅。我哋會見到，因為四頭肌唔夠力，所以佢會係咁腳震。咁如果我哋喺呢一個階段嘅時候呢，咁其實我哋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幫手增強翻四頭肌嘅能力。而 isometric leg extension 呢，就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幫我哋訓練啦。可能大家會懷疑咁快做重量訓練可唔可行嘅呢？咁其實研究表明，開放式動力鏈嘅運動呢，喺 ACL 手術之後呢，係絕對安全嘅。而 isometric leg extension 呢，正正就係開放式動力鏈嘅運動。同時，我哋呢個階段都有個原則，就係只係訓練喺60至90度嘅活動度。呢個動作我哋仲可以用瑜伽波去訓練到同樣嘅效果。揾一個受傷腳可以喺離地嘅位置，然後膝頭都係呈90度，踢向瑜伽波做等長收縮訓練。最簡易嘅 set up 其實我哋用橡筋帶都可以做到。只要將橡筋帶綁喺腳腕位置，然後保持翻90度嘅原則，然後我哋就可以進行等長收縮嘅訓練。呢個動作呢，我哋 hold 住30到45秒做一組，每日做3至4組。